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讀樂樂。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一本好有啟發性嘅書。呢個書名係一開口就贏得信任，從內在嘅改變打造穩定持久嘅可信度。所以作者係羅伯茨利斯 Robert Jones。呢本書真係幫我哋由內到外建立起長遠嘅信任感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點樣可以更自信咁表達自己，令無論係工作定生活上，你講嘅嘢都更容易俾人相信咯。咁今集節目咧，你絕對唔可以錯過啦。作者羅伯喬利斯 Rob Jones， 佢係一位資深嘅銷售專家同演說家，擁有超過30年嘅培訓同諮詢經驗。佢發現好多人喺表達自己同建立信任方面都遇到困難，問題通常唔係出於文字本身嘅，而係因為語調同內在嘅自信心。呢本書就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而寫嘅。佢嘅目標係教導讀者，唔單止點樣去贏得人哋嘅信任，更重要係點樣去維持呢種信任。好，咁不如依家我哋深入探討書中3個最核心嘅概念啦。第一個係關於相信自己，即係如果連你自己都唔相信自己，其他人又點會相信你呢？其中一個重要嘅觀點係，我哋要努力去相信。作者咧就用咗一個比喻，即係松鼠症候群啦。佢話喺馬路中間嘅松鼠成日猶豫不決，唔知向前定向後，最後就出事。呢個就係說明我哋喺做決定嘅時候，如果唔堅定，就會錯失機會，甚至帶來負面後果。呢個松鼠症候群啦，喺日常生活中都好常見咧，係就好似有啲朋友諗住創業而佢哋有晒詳細嘅商業計劃，亦都做好個市場調查。當佢哋要落實去做嗰陣，就開始猶豫，萬一失敗咗點算啊？咁會唔會太冒險呢？喺咪減呢啲內心嘅掙扎，就好似松鼠喺馬路中間咁停滯不前啦。最後呢，機會可能就俾人搶走咗咯。呢個就係說明呢，如果唔努力去相信自己嘅決定，再好嘅計劃都冇用。第二個概念係擁抱不完美，即係我哋可以控制自己嘅努力付出，卻冇法控制結果。追求完美係一個高尚嘅理想，但係如果過度執着呢，反而會阻礙我哋嘅進步。佢鼓勵我哋要喺出錯嘅時候展現出真實嘅自己，咁樣反而更能獲得人哋嘅同理心同信任咯。就好似有一次，我之前做 presentation， 其中有一頁 deck， 我竟然播錯咗，播咗一頁嘅私人相片出嚟。當時我真係尷尬到想搵窿捐，但係我就即刻指責咯。睇嚟大家今日可以睇到我嘅另一面，而咁呢，然後快速轉翻正確嘅。會後有好多參加者同我講啦，佢哋覺得我嘅反應好真誠，反而拉近咗我同佢哋之間嘅距離。佢哋覺得我好貼地嘅，好真實啊！呢個就係擁抱不完美嘅例子，講明咗喺預料之外嘅情況下，
展現人性化嘅一面啊，反而會加深人哋對我哋嘅信任。第三個概念係揾到自己真正嘅聲音，即係當我哋喺唔同情景下，會不自覺咁用唔同嘅聲音同語調啊。有啲人喺公開演講嗰時，會刻意用一種奇怪嘅，即係受咪影響嘅聲音，聽落好唔自然啦。即係你唔需要嘗試新嘅聲音，因為你早就擁有正確嘅聲音啦。咁理想嘅聲音就係談話嘅聲音，咁就我哋平時同朋友傾偈時候嘅聲音，我哋應該要保持談話嘅聲音咧，咁樣會令人聽起嚟覺得你更真誠，更容易建立連結啦。試諗下，如果你嘅上司平時同你講嘢好正常㗎，但係一開會就變到好官腔，用好硬邦邦嘅語氣講嘢，你係咪會覺得佢好假，好難接近呢？相反，如果佢仍然保持平常嘅說話方式，即使講緊嚴肅嘅事，你都會覺得更願意聽佢講嘢嘅啫。呢個就係找到自己真正聲音嘅例子，講明咗保持真誠嘅溝通方式，咁更能獲得人哋嘅信任。呢本書話，信任唔係淨係關乎你講咗啲咩嘅，仲有你點樣去講，即係你嘅語調同埋非語言溝通。呢個觀點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啟發。以前我諗嘢都係着重文字內容嘅，有時甚至會為咗組織完美嘅字句而絞盡腦汁啦。但其實有時語調同埋自信心嘅表達咧，仲重要過你講嘅每一個字啊。總括嚟講，一開口就贏得信任呢本書，唔單止俾我哋一套建立信任嘅方法，更加係一套提升自我價值嘅哲學。我哋要學習相信自己，擁抱唔完美，同埋揾到自己真正嘅聲音。呢啲都係可以透過練習同努力達到嘅。呢本書呢，認真研究裏頭嘅方法呢，並且將佢應用到你嘅生活之中，你會發現，一旦你由內到外散發出真誠同自信，你嘅溝通力量就會大大提升，人哋自然會更容易相信你咯。咁咧，我哋探討咗一開口就贏得信任呢本書嘅幾個重點，包括要相信自己，擁抱唔完美，同埋點樣揾到自己真正嘅聲音。我想問大家個問題，聽完今日嘅分享，你覺得自己喺邊個方面最需要提升，先可以令更多人相信你呢？係內在嘅自信心，定係你嘅表達方式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，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內容呢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